伫咧新竹有路营业者等待3年时间，总算摕到混跨营区的合格证明，想袂到煞碰到疫情，偏偏即马即个防疫警戒已经降做2级啊，真侪民众拢准备要出来佚佗，业者希望讲会当赶紧恢复营运，甲损失的拢补倒转来。 2大床的房间，景观4人房。听到敲电话来订房的人愈来愈多，业者总算较放心啊。受疫情冲击，新竹龙雅区已经停业2个外话，这段时间完全无收入，真侪人拢讲得要冻袂落去啊。不过，某业者是趁时间增加设备。已经2个多月，我们这边都是零收入，可是我们的员工都全薪。 也没有说所谓半薪，经过雪霸国家公园的审核，我们已经申请了3年多，终于准下来了。一台一台经过改装的巴士，内底准备放冰床等等的设备，这就是后摆新的路营区房间。因为高海拔的关系，这种热天嘛免开冷气。可以直接看到森林，这个有海拔2000多公尺的露营区。我们这边最重要都没有蚊子，这个夏天。 我们俗称我们没有夏天的露营区，这个晚上都15、16度这样。疫情降级，观光业者拢准备好势，要迎接刷落来热热，希望会使甲停业期间的损失好好补回来。记者张君豪，新竹报道。